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非常歡喜，你邀請到客家安徒生哦，哇，談到安徒生係咩事情？哇，當到想象力，當到故事就出來呢，冇唔錯，是係你當喜愛、當敬愛嘅張千明先生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佢最新嘅作品哦。你細細來分享先生，先生你好。玉天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張千明，我係苗栗公館嘅三蛋糕、雲蛋糕係個人哦，係我同樣自己雲蛋糕嘅。哇，先生你很幸福哦！人家講到你係三蛋糕、雲蛋糕，太驚你，我就知道你有冇按幸福、按浪漫哦。浪漫哦，一次去演錯呢。係啊，先生我知道你嘅創作量哦，非常嘅人講蓬勃。因為演出嘅時間，爭多福氣來嘅來宣傳圖嘅話50歲咩？係啊。佢一下來宣傳3本啊，一下3本就出來。當然人講，創作咁係一下就寫題，先生當然冇問題。不過安尼差唔多要花2年嘅時間咯。係寫作寫呀3本嗬，差不多寫2年啦嗬。嗰陣時我小家我讀台讀中央研究。中央嘅大學研究所，冇時間好去出版。不過我研究所畢業以後，我再拿出來重新整理以後，再出版啦。係呢度嗬有97篇嘅文章咧。係錯係。哇！安尼3本嗬，人講呀，已經呢其實先生嗬當用心來規劃，因為呢本大家看到當清楚。看到有客家秘史，用嘅呢，我首先我係皮膚先生所有嘅思考用客家話嘅思考來寫作，也同華語嘅思考，也係其他語言思考完全冇共用。係啊，因為每一種語言有一個特色。錯，我係用客家話來寫嘅嗬，客家話嘅思考，客家話嘅感情嗬，佢係我連唱下。我這個來，我基本沒有翻譯了，係一片漢話，一片翻譯。錯。唔過我喺看我翻譯嘅部分也好，我是講，你我知道，你翻譯要講冇乜嘅道理嗬，有讀書也冇讀書咯，確實冇乜嘅書讀書啦嚇。唔過一邊主要係為客翻譯係翻譯嘅部分，因為比較硬膠就會唔怕，但係我翻譯一天都100%係有嘅客家話，係啱我言語係。一旦我都客語創作啊，錯㗎。我拿翻譯創作之後，翻譯到客話，佢俾客話俾剛骨骨啦。錯，要轉換，要轉換。因為上次人講客家話同翻譯講嘅，就係冇共用嘅思路嘛嗬。當初本大家想感受一下，你看呀，鮑魚醬，大家啲鮑魚醬係乜嘅？就係你講出來嘅鮑魚，就係人講嘅胎盤，一隻就係你出生嘅地方啦。係，你頭8年嗬，冇多嘅語言出世。每嘛。很山坡都冇下來，跟人嘅太醫學，我表哪去咧？出賣啲土地啊，回歸大自然咧。係咩屋都喺邊床下，冇都屋背啦，錦頭下、樹頭下啦，一隻摘到啲嘢，一刻沉掉嘅學，塞到一摘得，好。因為嗰個嘢做按到鮑魚醬，人家人生為講按到故鄉啦，其實都按出生地啦。又係按客家話嘅一個思維。唔該，按你講起來，當有感情嗬，感情就動情嘛。其實廿8號先生出3本，第一本《插腳北上雲蛋糕》，就講係雲蛋糕嘅聲音咧。好，各位強州大王，你看下畫面就啲有祖孫情咩？係，嗰個老人家嗬，阿妹係人係走阿公嘅嘢形象白嘅你啊。呀，真見係啊！我發到喺人有冇上到人唱咯？佢有木族，嚇木面舞同木族嘅神韻當唱。一開始個係，我妹又發嚟講，冇乜唱阿太。自己阿太，唱阿公咧。係啊，嗱相比看叫阿公唱阿賢度，係我較抽到嘅係啊。嗰一聲嘢出嚟。係啊。唱下。阿公嘅出同校識強州大王嗬，比後王行得強幾種個。因為拜嗬，嗱點解阿公當相嚟啊？而
5、6歲就開始入門嘛，無去上做些，3歲就報門啊，爸爸按照上去做。伊都帶我去那邊老寮啊，去夾朋友的啦，夾送夾個兄弟的啊去了。又要帶我去旅行，去到八卦山太湖嗰邊嘅，太感人吼，當初是這一身面呢，什麼個飯呢，是點心了。阿公都帶我去買薑仔嘅食，阿公嚟講，叫阿咪，唔看見個很啱嘅，薑仔啱好食，又咁便宜，唔啲好食。阿公有冇按定印象咯？唔過而家孫啊，嗬，要當有福氣，因為嗬老人家想嗬，唔就做得慢難停起來了，錯冇？係啊，我知我阿公係貪便宜的事，結果唔咩了，係阿公其實是當好薑仔，他喺我差唔多都細學家下，其實都自己都想向種1元的薑仔，幾元的薑仔。味道自家做的是？可能要賣啦。一方面賣，一方面就要食啦。好食薑仔唔當種薑仔賣。係啊。做幾兩年吼，我都相當過，特別去做上做些，我做先做去薑仔看下，那套薑仔旺嘅吼，覺得好食。韓國人講吼，我自家係媽媽吼，我就聽人嚟講，要生嘢吼，竟然當日一本要食一條薑仔。因為食薑仔會變得聰明，唔講係話啱好食薑仔。真見一係人嚟講，我當然唔知真一家，唔過薑仔出當健康嘅東西咩？係啊。要青島同下嘅皮。我喺度寫一篇童話故事，一群猴哥白過講，就寫嘅一隻猴嘅，加童言所講啊，童言所講來了啊，嗬，很快一套薑仔上去半阿公半嘅。嘅後太王食，後太王講唔作後葉散哦，嚇！哎呦，養我嘅地盤呢？係啦，因為佢係主角係後啊。係啊。因為我想嗬，當好食，同樣唔當好食薑仔，我當種一件薑仔上個槍，上酸呢啊！唔係帶薑仔都幫我作後葉散啊！哎呦，很正印象。係都建議阿公嘅一個形象，就像個主角變成後嘅一樣像。就有祖孫情。各位第3本很多幸福歌，睇下看到也係吃婆嘅。係啊，吃婆嘅，一個熱婆嘅個吃婆嘅係。吃婆係野草莓啊。野草莓嗬。一下人因為有一下新嘅草莓噶嚇，太府青島嘅草莓嘛，個實心漿果，嘅新嘅愛嚟品種。哦。啊，佢相對其實將誒個吃婆講個野草莓。其實人家講也講嘅草莓，人家講嘅吃婆嘅，嗱，一兩個名詞有點混淆哈。但是吃婆嘅，像朱子講安泰利亞嘅空心咩？其實頭擺係安尼，有啲會像覆盆子安尼空心。是覆盆子，係是覆盆子，然後懸鈎子，係毛刺懸鈎子咩？哦，好食！有機會我一天我嚟吃看啊，我忙食食個。哎呀，嗰時也嘅。當唱幸福歌應該有其他嘅意思係嘛？我所講山鄉嘅聲音咧，嗬，一般唔都學到4、5點轉夜下課轉夜去嘅，行上山上到個差唔多行2點鐘，4點鐘都啲哦，都要了，都好了，因為我前買點心嘛，嗬，上到我就說有前面冇買點心啲啊嘛，都要都好呢玩意啊，做雜工順咧，樹葉嘅事啦，乜個果乜個。野生嘅乜個東西說放起來食啦，唔過但是都酸呢，澀嘅、鹹嘅、苦嘅，同樣愛食。不過真好食了，主要嘅吃婆嘅真好食。湯公食也好有個技巧呢，當初摘到我食以前落咗以前一盤盤係嘛？用誒，對呀，今日係人哋觀眾有按照記憶冇？那個盤盤係強力嗎？唔係呢。唐漢人講乜嘅個吃婆係咩嗬？上天下用砂鍋會轉嚟轉去啊，個砂鍋托起啊，如果個氣會好到嘅，會黏到嘅吃婆嘅，嗰個那盤體一樣嘅啦。哦，係啊，你啊。係啦，點解講係牙齒啊？我嘅故鄉嗬，真按樣好呢。叫我喺香港滿，依邊係教書教一客教書嘅，滿台北咧，滿。屏東嘅滿花蓮咧，睇下都係好呢。真嘅？係啊，我真有冇眼婆。嗰度係好嘅嗬，因為一般都係阿哥阿姊，
搞生意嘛，他搞講下嘛，一推你搞講下，啊像是個係咩當神奇呢？因是因好，不過你嘅好有乜個拖延冇嗬，但係各種動作都係睇唔上我睇，阿哥都按樣好啊，阿爸阿妹可能咩按樣好嘅東西，阿公可能阿太咩按樣好。一個動作就連結架推嘅。係連結當係都知道當溫馨那樣係，又幸福，乜嘢都順都一到春天。係啊，出生日嘅幸福歌，先生當味道呀，幸福歌嗬，人講吃婆要下一首童謠呢，即係同大家嚟念叫一下喎。好啊，因為是講是一吃婆嘅呀，好像也是應當幸福嘅嗬。係呢。係啊，唔知吃婆有難，千難雜。人講有啲東西係當好雜，但吃婆係千難雜嘅。哦，難雜真好食咩？基本上呢個錢啊，嗬，也咪做起有難。輸出攏一雜吼，往往輸未出到，咁一般咧，雖然人較咁雜，雖然以為這個較唔咁雜，係啊，我來下一首詩哈，叫吃婆喂，鳳叮當，阿哥雜，羅妹香，唔驚一身熱，強強輸心病，細心好，胸下爽，甜滋滋唔愛酸，強強唱歌誒，是等幸福歌。哎呀，聽到係唔係有識過嘅朋友啊？很想去再來識一下。冇識過嘅朋友，請上去識就像愛共樣哦。等下我多陣啦，繼續同陳明先生去分享佢嘅3本創作，有青島嘅心意同大家嚟分享哦。好。大家進到福氣來嚟，今晡日 Rita 嚟同大家共下來討張陳明先生嘅最新嘅創作，依內列是有3本哦。家下頭先有老大家分享乜嘅係幸福歌啊，韓國談到青島老童年有關係啊嚇。先生，家下談唔講啊，就知道你真嘅係當幸福，無論你從細你嘅包衣夾啊，點講美麗嘅山丹，係雲淡嘅聲音咧。哦，各位都也下後一路下來堅持你用客家話嚟創作，也係我非常非常佩服嘅。講係知道你嘅人講用嚟講生命教育嚇，也係講你嘅客家文化嘅教育嚇，都唔啲你嘅家庭生活當中，都啲你嘅創作態度嚇，看得到出現黏黏嘅愛。因為當初你有3本創作，兩人孫就有關係係嘛？係啊。我一開始會寫也3本啊，嗬，係因為我孫五啊，哎呦，3、4年啊，嗬，一開始我去個教加拿大咧，佢講是13年嗬，佢冇拍，我行落台天落台咧，嚇我啱嘅，因為就按你唔要得教，係啊，你做乜你入面第二做乜教嗬？而且教加拿大個係，人多人看嗬。而想到講，也雖然咧按幸福啊，嗬，一菜色，這才係一童年嘅菜色嚟呢。故說，有想起講，佢我自家嘅童年，係菜色也係有拍嘅。我嗰陣時間下，我都想講，喲，我看我孫五嘅，想我自家，跟我這個從我自家想我公，我就想講。唔是不我阿公講，我睇擺童年係樣擺，細細樣擺起嗬。我等我上半期加下期過成按多年咧，冇那麼意思咧。故作我想講，個我應該沒有寫起來，所以我孫也很細細啲嗬，我先寫起來。喺呢擺期係上個期阿公係樣擺成個加下，見到就書房去看。原來阿公咧係個童年係按樣擺。哇，真係當用心咩？係，因為上次回頭我去看到嘅東西，可能嘅機會冇啲機會，唔過也記錄下來。就孫本安尼嘅靈感喎，人講啦，人生就係見過有得個個大大，可能。開始有得沉澱咧，或開始思考冇共樣嘅事情咧，嚇，為
看头摆，佮看一下做一个连接咯。佮先生讲到，因为孙悟本伊嘅灵感，佮伊嘅创作用客家话要做翻译，唔但请一本孙悟，以後做嚟看，行到客家话再好也好，都也係按作為一般嘅讀者看到每次到，先生安尼，咩係有動到嘅心意呢？係啊，因為我寫創作嘅客語文啊，嗬，創作千多20年啦，嗬，千多年會啷個講？唔講，而家客話嗬，用講嚟談嘅時，用寫嗬，我看個是懂實力呢啊，嗬，故說我做會翻譯，嗬，我做從一本書嚟講，我做一篇係客話，一篇係翻譯。像譬如因為看日對日，看日對日，就對照安尼看。對象，唔係只用對客語文當成語文好，唔做直接看日客語文，我覺得客語文是看用客語文看客語文嗬，跟係當感唔同嘅事情。錯。呢個我客法嗬，我會講，但是冇乜會寫，我想我學起來，唔做都先看翻譯嘅，再對到原來客法按樣講。一講我先看客話，冇乜嘅詳細，我一堆翻譯講，而家我看到係乜嘅東西，就學起來。就學起來咧。係啦，故說客話當流利嘅當好嘅，唔多去看。後生嘅先生啊，後生爸爸媽媽啦，唔想教細兒講，我睇本我講啊，唔通日日講冇乜嘅好啊，唔做對對照看，驗準隻客家話來。來代表大家同先生感謝一下，因為真嘅係同好嘅教材嗬。係啊。每次都也係一個同好嘅人講嘅床邊故事，因為當中啊一篇，佢嘅篇幅嗬，唔可以講非常嘅長，差唔多2頁啊，至到3頁，安尼看起來都好嘅故事同新人分享，各位做得同新人講，你看到一個故事有乜想法吧？好，先生會按你同爺孫來分享咯。就講故事比談都好啊！台灣有版面，唔是在講按照道理哈，講俾談。像一東西嘅，其實一3本啊，是係客語散文啊，哈。而嘅對象可能直接讀嘅對象差唔多小學嘅高年級嘅，嗰個後生嘅先生，後生嘅爺輩，太年阿公阿婆，突然看得但是說。喺幼稚園可能係有啲落實力啦，嘅太年看完以後，唔再將其中嘅故事念出來，他們才能講俾他，也是客語散文係。哇！不過一個散文地圖嗬，寫青島嗬，先生頭擺讀到過嘅，也看過嘅。佢韓國地圖有寫，無論係植物啦，無論有啲典故啊，先生咁有特別味道寫也3本書嗬。再一次做你嘅故鄉啊，也現在啊做一個調查，你講田野調查咩？但是冇乜事，因為東西已經都當到眼邊條路地方。厲害哦！其實我記載冇乜好嗬，一下我講嗬，轉轉派我唔記得，唔講我頭擺細事情，連我記很清楚。記樣唔用記咁多啦嗬，比如講有。聽日本講到台灣地區，像阿公嘅，阿公嘅一點點滴滴哈，像阿嫁公嘅，比阿嫁公嘅下婆嘅，像阿婆嘅，阿姑嘅，當做故事啊哈。其中一篇哈，我細家去阿公阿嫁公嘅哈，而且我在山，因為半山排呢，而且我講行山路，行個半路我細跌一下呢，個跌到嘅畫面哈，用門北嘅用樹拍拍嘅哈。係人嗌未講，咁阿姐講嘅路嗬，行快行，阿姐講髒嘅，都竟係記得啦。係啊，因為我未報名去到姐講嘅嘢，都人阿姐講，人阿舅講，人阿姨講，談起阿邊以後，那個接到印象嗬，印象嗬，我係本記得當清楚，都一下知道，哈喺話嗬，那個路一直都冇髒啦嗬。個太太嘢啊，未特別行嘅味道會 sell 嚟講，阿咪行好啊，路蠻髒好啊。嗰個都係我孫都有孫以後，我帶我妹我細咯，我孫嘅去香港去係求工嘅，係了嗬。行嘅味嘢，我就想啊，也係父母嘅路，
视察的歌诶，唔是，虽然叫按其他视察的歌，唔是用行路诶。我就想說啊，台北吼，到底幸福又唔幸福吼？其實我是當幸福，我細細個牙尾帶我去牙加工誒，也喺我做牙加工誒，帶我順嘅牙模樣啊細路去牙手工啊加工睇嘅了。係啊，哎呦，一推出嚟，哎呦，嗰種感覺，因為記得幾多一點，嗰個故事，嗰個影像，連接幾下5、6代嘅人嘅感情係啊。哇，先生有冇卡動幸福呢？難怪你話很多幸福歌去聽3本。好，人生就像一個書嘅安尼睇，前面嘅果子食起來，迄個係甜嘅，人就知道有價值咧。看到生嘢安尼睇，有蝦一推出來，人就知道滿足咧。係啊，安尼嘅感覺。確實係是真幸福啦。有卡好，阿公阿婆相愛，我也愛相愛，好，人家有好多的東西哈，做相愛的東西不太好看係啊。係哦，先生跟你講到頭擺嘅記憶全部都當成嘛嗬，包含同阿公啊嘅記憶啊嗬，都見嗬，不卡人係咪全力出來支持一下做，安尼一兩10年嘅時間，韓國你嘅文章出人人摸嘢，記來人畫圖，哦，也係父母與黨嘅絕配呢。係錯，我看人說還蠻支持啊。雖然講後擺吼，也下講出書去嘅，睇個地個哦，從前面會寫文章啊吼，後擺吼，自個愛寫點緊寫，後來我本人算支持啦。唔會講，又唔去加班沒有錢哈，寫東西啊，做乜個東西啊，係怎麼做唔到啲啊寫到伊咧個筆觸寫關嘢吼。頭腦寫印象一年發，也印象一後生哈。算後來不看人，尤其本人我支持。哎呀，表示佢真有眼光。係啊，嗰個都係寫家嘅東西，我會希望每個人畫圖。啊，想講嗬，本每個畫圖要先看人嘅故事啊。啊，叫我第個阿爸嘅樣嘅信念啊，阿爸想法吧。而畫圖家要第個阿爸爸想畫嘅東西，係啊。佢第一本人嘅畫圖家係畫我講到客家少年，佢個第一本書我就係佢度畫嘅，係我記得嘅插圖。到第二本去嗬，叫到第二本嘅係寫到寫到仲繁體喎嗬，一故事。第二本終於我冇人畫圖了，畫當個圖嗬，個咩畫個像咩嘅嗬，啊這個老鼠那個像老鼠，冇像我自己畫。那第二本畫圖家嗬，像個書畫看了嗬，點解講？阿爸，唔記畫個豬嘅多嘛個喏，佢講那豬嘅也老粗嘅了。有冇檢查案多很神奇哦？哎呀！阿爸爸咪動厲害啦嗬，動到花唔是講全部寫啲書當好嗬，係冇係來畫圖，佢全部看得出啲爸爸成功都上嘅事情啊。係啊，係也係哪一種愛嘅表達嘅方式啦嗬。係啊，像因為人自家發揮乜個東西啊嗬，人像我本身嘅都係用神奇嘅方式嚟教佢咁樣係啊。睇家學起來嗬，教育係用嘅嗬，也就係講某一天我用。動嚴格嘅方式，用神奇嘅方式，用內涵嘅方式，嗬，聽嚟講。等下到陣嚟節目，繼續來談先生嚟講故事哦。好。大家盡到福氣來嚟，今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台來賓係安尼嘅創作大師莊千明先生，你下 Rita 是愛那係安尼嘅咧手錶嗬，問你愛問你講請教先生嗬影響你動態也講最大咧本學作品係乜嘅？哦，頭擺嗬，頭擺嘅做各種家係看呢度嘅外國嘅書啊。係。其中一本嗬，我咩唔記得書名呀？外國咧，伊寫要24點鐘禮拜，伊愛去偵探，伊個殺人案件，為了要洗刷自己自家前拍啊嗬。我係說，要
安尼吼一本书，咱台北看嘛个罗同所笔啦吼，现人归正东啊吼，写平山嘛个，周星驰写用几啊10年，写一本书，哦，像《三国志》啊吼，《水浒传》啊，因为很多年写一本书，伊一本书当写13年天吼，过一个警察嘞，过24点钟时间里面，佢都係寫一本書，一本嘅小說上，我當成似樣嘅。個書嘅名嘅唔記得，但係一種嘅快節奏，然後慢節奏嘅交互運用啊，好，不管當什麼影響。旁邊係寫一本書，加寫完到，聽一本書，細路處同飯條，啊，我就想講，一年都在寫一本書，我5分鐘都在寫一本書喎。可能寫的5分鐘內發生一件事情，伊個老鼠誒想的是個飯條，有啲我沒會叫，旁邊做人沒會做老鼠嘛，因為老鼠有做樣沒有嘛，總係個一瞬間發生的事情寫一本書，寫老鼠同飯條，也種係寫故事嘅細節的問題，嘅安排問題，嘅高潮迭起的問題。本來佢本書本來影響係清澈，我有人寫當那個兒童故事啊，哈，那都講出種嘅細節，佢樹搭起去啦，佢乜個腳走起去啦，吼，但佢講乜個東西啦，動到嘅鋪陳，本大家感覺到安尼情境感動重係啊，係啊。哎呦，大家好期待哦！想要寫作嘅人係先生也係方法，無論係幾10年寫咗一本，也係5分鐘寫咗一本，就係無窮用嘅書法。係啊。你就講跟老鼠嘅想是反特本質我沒有腳，那遇到下時間啦，找個時間一下時間的瞬間就過去了，但你要寫給走開內心那個內心戲那種轉變哈，老鼠嘅啦，沒有跟那個你樣嘅佢互相中間樣板去想一件事情，印走印象，哦，給跳一步腳。都下當到死到嘅啊，係啊！先生，你剛剛你講啊，之後真有安尼天樣畫面感呢。喺我看書嘅時間，安尼佢嘅畫面就出來咧，你嘅頭腦底度去安尼主講人物，去活靈活現。係啊，你嘅那種寫武俠小說樣嘅啊，個心境嘅轉變嚇。哦，係安尼呢。故說原來其實寫作有青島嘅學問啲底度啊。係啊。所以開始寫啦，唔乜東西開始寫戲詩啊，嗬，你就印寫緊改，印寫緊進步，係啊。咁先生鼓勵大家係唔係愛多看無窮用嘅作品？係，多讀多看啦，嗬，當然係去創作嘅一個最基本嘅功夫啦。哦。不過第二個功夫係開始愛寫。哦，開始愛童書，你怎麼有想法？頭腦怎麼停頭？錯，唔係冇開始寫嗬，唔讀到一生年嗬，讀幾啊千本幾啊萬本。結局一本冇寫出來。哦，就總嚟講無效，不過喺講上嘅成為一個創作寫作嘅人，你嘅就係人，嚇，你就係無停頭咩？讀愛讀，寫愛寫，係，就會互相，就會進步。哦，也出兩個重點，第三個重點就係聽出我來看鍾徹明先生嘅文章，喺講無看就。冇進步，先生係同意嘅作品底度，我一次非常嘅感動，就係講先生寫嘅要當到係當成方面，當平時當真實嘅東西。不過底度我之後有一個真溫暖，當從佢嘅作品底度，無論老童年阿公嘅連結、媽媽嘅連結嚇，叔伯兄弟安尼嘅連結嚇，就有當到你看到佢溫暖、人心溫暖嘅所在。無論同細年細時咪學人講啊，擔太太、做鋪台、做公台，也係細神嘅時節愛講嘅話，全部有安尼啊。有啊，係啊，因為我老母邊查佢6、7歲啊，佢伊咧查10歲，我還會看到我媽媽突然間嚇細神啊，嚇擔太太、做鋪台啊。係搭肚騎馬鼓，搭背見勢見愛，嗰種手法，邊隻石頭邊做擔邊嗰個一盤二塊，係啊，我做乜個擔嗬？我發現係散單嗰年佢嗌嘅散單個石頭冇乜嘅硬嗬，咁我知道係冇乜擔樣。哎呦，安尼看起來嘅時間啊，就會知道我看嘢
安尼简单嘅生活当中吼，流露嘅就係講對子女嘅通寫，還有講對世太人吼，談話，順講太人嘅意思，友好嘅心意係嘛？係啊，其實家庭睇下都係煩惱啦，嗬，都受難啦，嗬，就用筆啦，也就會生活中間所有事情慢慢也記起來，嗬，本睇下先回想講，哦，特別係啊，我睇咩愛你啊，其實特別個愛俾愛分重要。你講哦，你講3等5年嗬，全部細個嚇，當然上課啊，行2點鐘去學校，但行2點鐘做唔下。學校順那個同學，總會一考叫到倒卡嘅，做錯事啊！就像特別個樣唔會想講樣愛辛苦，然後爸爸媽媽抗議講，都咪喺度3等過。特別冇想安到。係哦，我係啊，你就講我講呢，特別我喺書後面有看到，你講。3等好嘅人吼，嘅有人就講，哎呀，3等好嘅人卡用嘅，就有啲刻板嘅印象咧，也講挑事安尼講吼。那像做迄刻板印象啦，人之初性本善嘛，唔係講太家主講對3等人一定會有負面嘅評價啦，所以可能嘅社會環境太家都互相影響，因為3等人嘛，唔做無限讀書啊，唔錯，所以就天盲講5點半以前放從6點以前出發。行到學校都已經8點鐘誒，唔哪有時間去幫早自習啦。下晝你就下晝下課轉啦，行到冇下晝已經團務嘅，像喺寒天都係7點鐘嘅啦。哦，天務咧，都是天團務嘅啊。5點人出團務咧。係啊，唔哪有閒去嘅，係嘅啊，所以係割錯。昨天嚟係咪開頭開叉，冇讀書嘅時間啊。不過難免功課較難啲嘅，我考第1名啊，但是幾方面嘛，考第2名嘅啊，考前2名啊，可能都係3等人啦。不過3等人之後喺讀書較冇按到時間讀書啦，唔係講3等人較難嘅樣擺起啦。唔講3等人讀書唔會係咩品性較差，當然唔係啊，係啊，通常係刻板印象，係啊，之後咩是本人誤會啊，誤解啊，3等人樣辦。使唔使去過就好？吃婆嘅食價量就就好嘅，係啊，我係吃婆以後誒，我強做太王啊，係啊，我教起到孫悟空啊，都願當個大天地嘅人啊，係啊。我看先生嘅作品，我知道，家下應講吼，到底細喺上好也唔好，幸福也唔幸福，有一個，但將一學校就行路2點鐘，轉嚟又要加2點鐘。教2點鐘誒。哎呦，係哦。那上課都教2點鐘，下課咪教2點鐘啊，當然去登山旅遊了。先生，難怪你就話按你想出錯嘅，身體又健康吼。各位先生，家下一講出來，我就知道聽眾各位朋友啊，大家嘅想法吼，會影響你所有看事情嘅角度。先生講，我就教2點鐘，你去早自習，我決定都唔會教。好，希望慢來嚴嚴實實嘅。出嚟身體越來越健康，又要行路。哎呀，你看上到看到妖婆，還看到妖婆背呢。係。你也看到妖婆讀書。哎呦。我看醫院，你也看醫院係我有可能，我看醫院係按樣看護士嘅。很傻逼哦，就居高臨下咩？係啊，居高臨下係啊，最近那個事業當強當發係啊。係啊，嗰時候可能先生嘅作品，我真見知道先生係當幸福，咁希望嗬先生傳下呢幸福嘅溫度、幸福嘅愛嗬，愛傳伴所有嘅朋友嗬。希望大家呢細啲書嗬買下來拜讀一下，咁知道情感圖。當然大家會問講，我做啲喺哪買？我做啲哪看到呢？台北依啲按照唐山書曲，唐朝嘅唐。3等過山，唐山書曲，佢當神夢嗬，現老嘅客家嘅人嗬，客家嘅作家去聽書出書係啊。哦，佢條架當有心嘛？當有心係啊，咪做去廟宇書店嘛，也下上廟宇書店嘛，陳品啊，係啊，鄭千明啊，你就有咧。博客來啊，嚇，乜個陳品啊，還有乜個係咧。當到名路方面就其實就係陳先生嘅名嘅哈，就會有咧，安尼之前要清好錢嘛哈。就瓊交大王，唔係公交啊，瓊交大王。瓊林的瓊啦哈。仲出面幸福過啊。係啊，
好，而且中签名插腳北上雲淡歌吼。今日呢，先生來分享一下3本佢新嘅作品吼，我知道非常嘅感動。我咩啲咧，先生係雲淡好嘅聲音，香港年代又有新嘅作品哦，都是我真嘅誠心嘅邀請先生，再個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好，感謝先生哦。好啊，好，謝謝。今日呢，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本嘅鍾千明先生帶本大家安尼幸福嘅感覺哦。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沿途健康嘅聲音咯。什麼大家上來了？好，大家上來了。